各位聽眾，恭喜發財！個仔是新正嘅，啊，別說個頂一個禮拜攏條到放炮嘅，咱就去個考放炮哦。我話這呢新嘅係新正歌，你冇定嘅啊？咁樣唱，用心生活，切無好聽，無新正嘅，無新正嘅咧。新正。这无新正，无是个听，我是个听。John， YouTube 有 YouTube 有。这新正。来啊 Spotify 冇。9年嗱，我9啊新正話。冬天辛苦了这一年。OK， 咱看到位啊，等我看到阿仔佢是 B 位高。Yeah, the rooster please，佢一句嘅歌。新正歌，等我看，你看到位高啊咯？看到位新正係高啊。To be 哦。這是小美。小羊啊，嚕。赤糖咧，赤糖，我嚟介紹我特別嘉賓先。特別嘉賓是家公啦，แล้วก็有查某寶啦，แล้วก็有歡喜啊，แล้วก็有哆來咪，แล้วก็英國中嘅朋友，英國中嘅赤糖，歡迎。大家好，咱看到我狗哦，真正狗，我俾佢食隻呢。haram 啊，之類。誒，我講聽我嘅朋友啊，我這次我做工我 office 邊邊啦，我公司出嚟。伊個我人嘅朋友嘛是叫人，成新正是我有隻 Asian 嘅 group 好，叫人個佬夾到出嚟，搞一個 Happy New Year，可能我朋友個佬冇咩 friend 個佬嘛夾。伊講都唔是正嘅狗，唔是成個狗呢，成個唔知係咩啦。嗱，成個你看。呀，even 只狗可能嘛是會使動嘅。你看阿仔，你看阿仔，我看。Oh, sweetie, you love Wowo? Do you love Wowo? Yeah, you love Wowo 啊！哎呦，爸爸。你 love Wowo? 爸爸，你 love Wowo 啊？咦，你計講啊，阿細喵咪哇！一齊講啊，走去頭前同佢看。OK， 這禮拜三，其中一個喪禮嚇，就是啊嗱，這個冇叫啊，這等人歌，這啥物？福建呢？哦，我比較好聽福建的歌，這首歌仔。我會記住呢。拍你學做咩？有笑拍你臭我啊！哦，對。好笑你咩叫伊嚟？等我叫學 Siri，Hey Siri, play some Chinese New Year songs. Hokkien Chinese New Year song. Sorry, I couldn't find Chinese. Siri racist 嘅喎。Hey Siri, are you racist? Sorry, John, I don't really know. You don't.唔可能有啦。Hey Siri, let me tell you, you are. Find me some Chinese New Year songs. Searching for new on the iTunes Store. Siri, you're a little dumb. Okay, alright. 新正歌，他們吹佢，啷講先？特別講喪禮，別講喪禮，就咩幫特別新正歌，但後尾會好聽。喪禮嗬，最人有喪禮，按怎喪嘅禮，喪下咪禮？你愛成日去人嘅厝啦，人新正叫你去新正去食物件，你按怎買物件互人啊？買回人食會放監咯。啊！放監，你看你物件啦，放監貴甲白啊。八卦。叫車糖較節攏這個碗淡薄，車糖較來較碗應該掉淡薄。免驚來袂加了啦。冇夠看啊！伊 video 你會看到人兩人嘛？冇咧較碗淡薄，你看到一 gap 嘛？後邊有一 gap，你舊已經刷來了冇？
小娃啦，哇，做咩事？啷驚呀？吉利啊！哇，要記特別看完，特別到 TV 是特別看完的不？你把咱後面就車堂頭一擺來嘛，來開卡幾剛剛好人吐。車堂是頂到多邊嚟多閒咯。大漢人少話7、8歲呢，你搬去 KL 咯。哦，你個香港福建話你出來，人講福建話數。我發到福建人嘛。哦，你 father 是咩數 ？father 做Dr. Bang 嘅。不，你 father 是咩數？係咩數？係咩意思？係咩意思？對吧？啊，你爸，殘後面意思。你爸 father 福建話咗講。一做 banker 啦。冇，我是講 father 意思係咩？福建話。啊？我冇明白講咩意思。你喺度講 father 是係咩意思？福建話咗講 ，father 福建話咗講。爹，我一邊講。你老伯啊。啊，一爸。老伯。爹，我講爹。你講爹。啊，咁啊，嚇，大寶啦。啊，大寶。喂，你到底邊樣嘅事？你是到一格呢？反正冇咩。哦，到一格咪是我是看咯，應該這個。我是等你讀講。啊，等講咯，等做乜到一格啊？我。係咪羅明？ Lembah Permai 啊。哦，Lembah Permai。Jalan Gajah lo. No, Jalan Gajah is quite Lembah Permai 咪是我你這裡 Bill of Them 個計一條就是 Lembah Permai 啊。10B school macam Lembah Permai ho. Lembah Permai mà Bill of Them lo, Hwana Miaka. 哦，上一條嚟啊。Jagung lu teng pai kai o CO 咪是啲平時咯，哇好平時。得一格我未知，得一格你冇大餅啊嘛，係我咪見你就講一格。對。得一格，我係你，但係你加工我等嘅位，還是我最啲攞出來啊？我內我等本不加貴哈。最啲攞下出來是邊落等咯。你起山了，落來時你就出來啲邊落等咯。係啦，我知啦，我是咪再講啊？即係車堂嘅處是得一格嘛？我唔知。你佢講你大學兵呢？就是這你嘅會你個唔知大學兵本啊？這想會，你別記啊大兵。車堂你出來喺兵是得一格。啊，伊嘅老師Lembah Permai。我知啦，我到一格啦，Lembah Permai你掉有幾條呢？等我都到幾條啊？我係佢，我係刷是關。啊，我你 clinic 嘅兵嘅是我刷。我講啊。哦，但係是我有等加工，我等最低落下邊把你隻出來喂。總之冇。係咪你個細漢啊？你個7歲呢？有。未必冇咩記啊。記咯。Lembah Permai 是為了對面落來下加工。是啦，大路啊嘛，是Lembah Permai。貴 area 叫做Lembah Permai。Lembah Permai 咪是到啲最低落去行架彎落去你 clinic 下邊嘅嘢，是幾條是Lembah Permai。Nasi kong, lu kong jalan Lembah Permai. Jalan Lembah Permai. Tapi Lembah Permai tu si tua haping, lok suan haping, lok kaki klinik haping ete tu si kyo Lembah Permai. The whole area is called Lembah Permai. The area itself is called Lembah Permai. Oh, so kelingan angkong, kelingan angkong oh. Apa yang jikin kelingan angkong? Quite 會個，佢都去個。個去個是 clinic 嗰邊啊。我說呢邊有一個mini market，我未記名。哦，講角你會哦 ，KK Store。學嗰啲 Australian 伊朗賣。KK Store 對，我知啊，呢度啲 KK Store 邊我間啊，邊有條間嘅。對，我邊邊嗰時我係你定到係你 Royal Australian Air Force 入邊嘅 area 係啊，呢邊只有隻 Australian 大。對。哦，對，我知啊，去嘅當然咪係你門少入邊咯。啊。Si nasi KK Store a site nasi opposite. I think KK Store， 你是 KK Store site 係opposite。哦，大間嘅，好嘅人喂。一處咁出頂嘅。冇啦，只是 normal 嘅 terrace house 嚟嘛。你 terrace house 當然咪是 millionaire 咯。
terrace house เป็นแง住 terrace house มัน真贵嘅。诶 ，OK， 所以你過了你是安怎捌斷個中嘅呢？安怎辦啊？咱有朋友這邊嗎？哦，你介紹。上朋友啦捌到啊。大晚你看到伊啦，咱去一處哦，迄個講當人嘅。拍戲咩？更琴咩？一拍是古更琴。哦。是個。哦 ，I see。了，伊邊識我看伊邊。伊是講湖人嚟，唔係講福建話。特別伊邊識喎，maybe 到時就是 Facebook 捌看過伊，maybe mutual friends 是乜嘢？伊是這邊是出名啦。到英國出名。啲英國出名，伊為家己 Baroque music group 嘅嘛。哦，伊邊看識喎，伊是馬來西亞人啊？係啦。哦，所以啷參啦馬來西亞。一日嘛，家姐個外嘛誒啦，上哦。阿順達 Girls School 啲 DJ 一個伯伯家姐啦。OK， 嚟。你做咩情攞你手錶？誒，有呀嗬。你是嗰個 fitness tracker 嘛？哦，伊 Apple Watch 就啲正超，了是伊嘅。伊本是蘋果嘅家己啦。哦，蘋果嘅家己，你仲要俾 HomePod 咯，人啲講咩啊？我order 了咯。伊去買 iPhone X 咯。我 iPhone 我俾我 order 嘅，我頭時我頭一節是 first day 我睇 order 時，我講哎呀，I 俾我嚇。แล้วว่ากูเบี้ยวแล้วสิว่าหนึ่งก็จะกูรีบเบี้ยปีอ่ะเบี้ยแล้วว่าเสียไอเบี้ยแล้วว่าไอ我唔知ไอมิสก์มาแล้วว่าซิม裡面是 iPad 啦แล้วว่าเสียไว้อังiPad 不及กัน啊我係是白呢係嘛我係是白我講 do you want white or black 啊你講 I think I want white okay let me order and see order 哎呀所以這禮拜來了這禮唔是當埋就等聽到嘅時候你出啦即係咱錄音嘅時，即係 coming Friday 嚟咯。特別我有 Amazon Echo 一粒了嘛。我個咪是有，我個。佢買 HomePod 啊，冇蝦米卡，冇。聲較水咧，聲。冇好用咯。聲較水啊。聲較水用呀。我聽講，你俾個 Echo please。Echo 嘅聲成個細呢。用 Echo 嘅聲，我用 Palette speaker 嘅聲嘛。哦，你跟佢 Palette speaker。speaker，你睇到我有一個冇是 speaker 了喎，較有力了喎。誒，你啷會記 iPod Hi-Fi 啊？哦，咩 iPod Hi-Fi？iPod Hi-Fi 是 Hi-Fi 是咩？是格嘅啊，你未記 iPod Hi-Fi 啊？你用 Apple Fan 只股啊未？iPod 是有啊未？冇，我冇蝦米有 iPod 嘅，我冇蝦米試到 iPod 嘅。Okay, so iPod Hi-Fi，我唔知 iPod Hi-Fi 是一個 speaker system，你插你 iPod 落去咧是一百米。頭先嘅 iPod 是有樣是 iTouch 啦，我買嘅是啊。哦，是 before 你 time，before 你 time。iPhone 就出來啊！我冇買到一個 iPod 嘅。哦，我有隻一個 iPod，我樓頂有擺幾粒無生嘅 generation 嘅 iPod。我頭一個 iPod 是你頂面有四粒 button 嘅啊，金色嘅 button 嘅。白色，一定面試啦，but 聽到是吧？1000 songs, you can put 1000 songs in your iPod. 你可以吹個 iPod Hi-Fi。看到了。哎呀，看了，แล้ว你插落 iPod ที่หลังนี้。特別我按照我當見我是我要 input 嘛 audio input auxiliary in。Sorry 哈，啷暫時先聽到聲啊，我講得唔了啦。After 我講一 sentence 我就 move on 啦。即係要 auxiliary in 條我接去 Apple Express，so that 我 AirPlay 我 music from my phone 入面。哦。OK，刷，先正係上你落愛上我，係上我 HomePod 咯。上你上我 HomePod，即係 Apple Store gift card 咩使？上我一個 iPhone X 啊，我等陣我講兩聽，你知唔知啊？我捌聽將捌包紅包互我過，被包紅包過，我冇線路有嘢啊！我就最呢，我未記啦。I think 上次有美金，上一時唔知10塊就10塊啊！哇，蠻好。係啦。然後面。了anyway 所有人直接愛幫互我 still 會使講。了
被講咩啊？啊，對，我講送禮咯，講送禮被講話。等，我 sorry，我個一個問題被問一個赤糖嘅。赤糖你安怎聽到邊啲學嘅是唔是？應該點介紹你聽？你介紹我給我聽啊。哦，介紹你應該點 referral program？那是邊個啊？一級邊個嘅話，一級邊個嘅人嘅話。有咩？你講冇使啊？我唔使，我大漢是啲吉隆坡啊。哦。我大啲吉隆坡嘅啫，我幫嘅是我嘅對佢邊嘅。所以你嗰邊咧，你聽咋對 ，actually 我在新加坡，不如在Instagram 有一個人 message 我本，伊講伊是到啲新加坡嘅，伊不如聽到邊咧學根本，然後我讀伊 message 人聽，就是叫我 Chinese song，咩阿蕉。Oh, you have no bank account. You are 8 years old. Your mommy phone don't count. 一樣包 Auntie Pam gives 一樣包 Going cashless with 一樣包 Hey! 這是阿蕉叫我，有一個聽講叫好我嘛，伊是我一人對伊本啊 ，because 伊個 quite handsome 嘛，然後你在。Instagram 啊，你按到啊，辛苦個水啫啊 ，post 無情衫了，只一人對咯，都唔啦 ，sorry，拍死我滴嘴啊，特別冇啦 ，of course help 啦，我幫你看一邊，我係看，現在個水啫啦，個小英個水啦，伊是 architect 嚟嘛。咩講啦？咪講緊你自己係咪？係啦，攞啲對咧，計嗰邊咧學嘅人嚟介紹你。等陣我看到一條，你看冇清晒啊？看啦。OK，嗱，即係冇清晒。free 嘅嘛，梗係看。你看到啦？哎呀，騙人！呀，係，等陣有個不掉個，我看到嘅是。做姐姐誒。咪無頭呀！小英就係水嘅，攞嚟使去對伊咪叫冰威，伊在新加坡，特別是檳城嘅人嚟講，伊嘅厝人是檳城人。冰威 BENGWOOI， 我是講伊小英就係水，然後伊嘅只是給伊 follower 係咪？咁我對啊嚇，伊嘅村嘅 follower，伊咁樣 suggestion 嘅咁樣是辛苦水但播辛苦水呢，多隻。我冇曉，我暑假一點是到底想食 pizza， 困到到底煲嘅嘢。冰威啊，OK。攏個記者看。了。個隻。係咪 Ben 啊？個人 message 我了，等陣我出來。那我現在我看唔到部分嗬。係咩嘢？冇咩？這個是咩 Ben 嘅喎？唔是 Ben 啊 ，Ben。冰威，伊名 username 是 BENGWOOI。對咯。啊，是咩？即係12K 嘅 followers。哈，對，喲，你去看，一條冇清晒。要你問緊你放學邊人啦，你還有人答咩？I mean，伊個邊嘅小英真少啊。有本啊。咱 story OK， 當然咱 story 攏去找伊底線嘅時候，應該係咱去 spam， 但係咱去找一條，咱去找一條無清晒，咱 spam。無清晒。我 scroll 一下會啊，無清晒冇嘞。係咯。伊聽真久了嘅嗎？有咩？不是。一追冇啦。唔是 Ben 就是聽真久了。唔是 Ben 啊，伊是 Bing。Bing BENG 啊！伊講 Hey, I happened to stumble upon Penang Hokkien podcast at work today, and boy, it was the happiest thing of the day. Blah blah blah. It brings back all the familiarity of home because you guys sound exactly like how my family would have spoken Hokkien. So I don't think 我是看上嘅 profile 咯，覺得有清晒喎。伊 mostly 有清晒啦，特別伊有。你 mostly 是 majority 嗰啲有清晒是冇。嗱，我suka 一條小英，我個 cute 一條小英。我看啫。一條小英，佢哋伊到啲 pizza，嗱，即個唔是冇清晒一條。嗱，係是。L。你會都寫。L。
安尼回過一彎喎，好聊啊！咱去 spam 一下，咱去吹得一小一個小，就 we heard you on Penang Hokkien podcast 嘅講，你攏係 Penang podcast 是 at Penang Hokkien 啊，是你 Penang Hokkien 嚟。唔係，等陣來聽嘅時，在我人講一半到。你看咩嘅咯？我 change your mind now。OK， heard you on 399就是399啦，就唔係我哋8要幾多地啊？We talk spam me 啊 ，we talked about you on Penang Hokkien Chinese New Year episode。哦，上禮有蝦米話談講，冇蝦米話談講。有啦，你第數格少蝦米？第部數格少蝦米 ？OK， 來，無咱講送禮，送禮是攏真正是有送有，但係咱講就起來厝是買一盒碰柑嘛，แล้ว講送蝦米？我記定到是有送 hamper 啊。過年就要送禮，講到送柑啊，對 ，before 是過年就送禮啊。咱講拜年送柑啊，真好笑咯。嚇。去B 嘅厝嘛，一個夾10粒，水大粒嘅柑去 B 哦，一 B 嗰啲換柑回禮嘛，換8粒加4粒嘅咯。柑，你睇住 B 嗰隻夾喺你柑去 C 嘅厝哦，夾喺你8粒去 C 嘅，去第三間嘅時候，嗰隻夾8粒換個換到4粒，換5粒換4粒3粒啲換，到尾弟來啲換。弟冇去，弟變咗三夾拉去啦，唔好意思。伊柑變咗夾拉去啦。你講夾柑啊，我第好笑嘅啫。我去人嘅厝拜年啦，唔是講家爸母去，一人去朋友嘅厝啦。我特倒賣機夾柑，我去我條夾伊個柑。我特倒賣機。你夾一人家己嘅柑來送人家己啊？我講呀，我袂記雜，我使照你攞粒柑。柑過很久嘅咩？可以啦。我是講咧送禮啊，你使夾送一粒，然後你定住我夾到攞粒嘅柑，攞粒柑咧佢係搞好呢，我夾到攞粒柑個送一隻柑。出邊之類，然後送禮啊，個送頂到就是送漢堡啊，未貴先正，是你特別去送禮啦，是你買你 K 碼 K 八，還是結晶咯，哦，哇！這好了，你 grade 較懸的啦，你結晶個 NO 個八卦。把你無送因為啦，是人送你帶到對行嘅安尼。你講無人送啊？你個送你？無我人無主動去送互人。哦，你人送來時，你嘛行伊 something 咯。安怎行？你是帶啦，去帶咧。啊，帶啦。那這是插幾條嚟啊？插米粉，歡迎。Hello， 大家好。好，恭喜發財，身體健康，人家身哦。Hello， 我身身特別做成隻鬼嘢。成隻是咧身在身身咯，不是講緊話成隻作學語哦。係咯，特別特晚咪做成隻鬼嘢，唔就係做身咯。嚇，即刻嚟拍水。咦，今年我想要做頭頭龜啊！我特晚做 conflict cooking。哦，我想我見隻頭頭龜啊！特別我頂我一人度正做頭頭龜啊！嗬，我做啊嗬，就做係夾出來，啊唔呢我食個了去個機。就做係事啊，正好接就養到你嘴入面嘅事啊！特別就你只一隻做咯。人做，先正安怎生講？先正人貴啊，先正個嚟使嚟用。咱 boss BGHKG boss 10個字。好，會使生定。我肯定去 chat room 嚟講，就是諗要參加 BGHKG 嘅人嚇，同我講嘅一陣話咧是我 at 你去chat room WhatsApp 嘅 chat room。So 10個字咧係就先請一個10個 man 呢，แล้วก็嚟新句 reset。嚟講生咧，係生係咪你平時豆腐？冇，但係你講係蒸，冇雞啦，雞蒸香菇。等我問你雞蒸其實是係咩物件嚟嚇？
essence 啦，嘅 essence 伊是嘅，安尼歹食啊，伊是嘅。吹啊，滴嘢整個咧出來。我會食公頭，那是剛剛啊，特別是嘅。啊，然後你嘅是無味氣咧，因為伊味個一起下嚟。所以伊嘅伊無嘅味喎，按照我食嘅。伊有淡薄合嘅啦。哦，伊有合特別，伊喂，做咩屬於我食？伊合做伊我呀。嗯。伊是唔是嘅雞湯做可以變做啲罐頭打？哦，你伊正鹹喎。鹹咩？唔是臭臭嘅啊，佢哋食嗰啲嘢開咩？臭臭嘅嘅，上咩上撚嗰啲臭臭，我臭臭嘅嘛。呢是食波嚇。哦。下絲我都冇食。伊雞精有人是叫嚟掂一個嚟啉。我叫嚟煮物件好食哦。我叫嚟煮咩？我都唔知，我咪聽個人講雞精。吹物件吹好咧是倒一罐雞精落去。哦，因為有鹹鹹嘅數，伊是成個 Vegemite，成個媽媽呢伊邊。我唔介意媽媽嚟倒去，我係吹好嘅物件啦。是唔是成個媽媽嘅味嘅雞精？唔是啦，媽媽個鹹過。但我未確認過點乜隻貴，我點。講 brand 四是冇。哈，對。我不食，錯食。安怎食？伊唔是真鹹咩啊？伊是唔是個媽媽嘅呢味？後個熱水嘅，你上個你你大料你啊？啦，上個啉嘅，佢咧特別我食嘅啦，有伊有嘅嘅歌啊，你會播去 roti 嘅，食成個媽媽嘅款啊。哦。我講嘅有一個你泡個熱水嘅，你食成個雞湯嘅咧，แล้ว個一個裝飾成個雞。我都播啊，雞哥，แล้วลูกปัดที่หัวตี我冇聽過雞哥喎。雞皮索啦，雞皮索啦，應該點？伊個雞精，伊唔是成一罐嘅，一細罐嘅渣呢？แล้ว你開起來，แล้ว伊有啲裡面是 liquid 嚟嘛？伊是水嚟嘛？有，佢咧是伊嘅湯嘅裝嘅啦，佢咧你直接淋起啦，淋波嘅啦。哦，佢咧我未嘅，我就唔敢食咯。冇啊，咁嘅雞皮索咧，伊是成個都泡一隻舊嘅媽媽呢？嘅味素。特別唔是媽媽嘅味素啦，是雞嘅味素，成個雞。bouillon，一個 bouillon。成個雞醬嘅那款啦。特別真臭臭嘅咧。哦，做咩是臭臭啊？冇臭臭啦。臭阿咩臭雞香呢？你雞味上重啊，樹啊變臭臭。哦。但我唔間，我知啊，我間煮好了你倒落去。你講下安怎煮好？你係咪煮係咪物件啦？安怎倒？炊雞啦，炊好了嘅時，你唔知炊雞唔是有下成個薑啊、蒜頭啊，你看可以買啲臭味嘛。嚇，你炊物件了，你炊好了嘅時，你個倒。哦，แล้ว你諗落去，你免夾水啊？嚇。你直頭，伊 because 伊雞出水啊嘛。你嘛可以係你啊。哦，明白啊。唔是倒落去，一佢吹就吹好啦，佢嚟倒。哦，你倒咧去吹，伊個蒸無好嘢啊，伊無。因為有人加，我看過啊，有人加也嚟做 risotto 嘅蒸。Oh my god！Oh my god！我冇 try 啦。try 下。應該係點？我到底呢完全唔知雞精嘅味素係怎樣，我唔食過。臭臭啊！係你冇食過冇啊，我冇食。Growing up 就食嘅啫，真係。我冇啊，我冇食過。水雞，咩水雞？水雞是 frog 咯，就淡布魯啦。我水雞煮雞精呀？咦？唔係喎，唔係食過。喺 Cote 是到隻雞精啊。Cote 就隻雞精啊！一隻出名嘅菜，別隻菜嚟呀，是雞精脆，啊不，水雞脆雞精啊！這餐館冇買雞精去煮嘅。我知雞精真貴咯，送呢件事，我想講即新疆有人送雞精，唔是想講去落滾住看人個送雞精啊。冇啦，新疆冇有啊。確定，咱講啊，個禮拜是咱講啊，抓零嘅物件，小妹妹講話雞精是隻抓是隻零嘅。抓啊！唔知。確定，咱個到底嚟講，我真係最想知地搞就是咋講。了OK，嗰送下咩物件咧？除了雞精，嗰下咩物件？琴晚你住哆來咪講啊，你咩香歌啦？啊，對啊！哎呦，我暑假。一工啊，你嗰啲浸水啊，係咪唔是咩？喲，我暑假香歌咯，冇人捌送過我，攏就愛送我。
誒，上到30包嘅時，都看得本來嘔。冇啊，燒 forever and ever 嘛。打很久久嘅嘛。嚟做咩？你煮咯，就會我煮白骨茶啊，冇香過即係哦。哎呦，白骨茶咪會使冇香過誒。是我都冇啊，我煮都冇。咩白骨香過貴生毒啊？我有攤買，是講我冇去買。一送你個人送啊，你 cookies 咯，就是 cookies 咯，就係啊 ，cookies。chocolate 咯，成款嘅，成個 chocolate。直接你歡喜你買收到你拎。有啊咩？拎大是嗰啲。嗱，你聽到你拎哦。唔是會拎嚟啊？是咩？唔知點會，我係變成波。哦，我想你拎收到。嗱，個蛋喺你拎。請你拎啲條嘅。แล้วโอเคคือสั่งcookies 好啦我見即係我講好我第一件事係咩嘅時候第一件人สั่ง嗰咩啊我唔是人สั่ง hamburger 嗬哇看到包甲大大咧嗬內邊只係壓是坑嘅伊啲係你抓可以捧起來坑嘅伊咪也咁樣出來擺掉啊嗬咧壓坑咁樣擺掉入邊嗬成一隻大嘅咧我講聽我是自己我頂到細漢嘅時候出來我將搞包我自己包 hamburger 咋因為我們是有送禮嘛然後我們出來到我們是你就冇講只類啊，18แบบ冇做成聲嘛，แล้ว是到買去買你拿咧，你買起來有100塊就咧，裡面冇行嘅嘛，所以我能到自己去買罐頭啦，買係咩啊嗬，แล้ว我對你自己包咋，所以我包夠啦，按照包啊，當我只夠包你拿嘅，你布你抓，然後自啊係你換啊，係你，所以我能你一啲係你係是去買啦。店咩嚇？伊啲嘛係睇物件，咁啦到底定面上 station 嚟看掉咯。แล้ว我能自己做呢一啲咁啦是罐頭嚟咋，所以你物件上有咩？等嘅咧，你等到等嘅，แล้ว我有等到少少係成個講有咧荔枝啊勁啊，然後你物件到底一啲嘅，伊 base。誒，我本只驚人送我荔枝。哦，我愛哦。哈密薯，來嘅，但 maybe 樣買無是注意看你日子啦。expire 啊！開起來是水變色啊，你敢食咩？哦。你只看係注意咯，我是注意啊。伊個水我人倒掉啦，嗰啲有因為啊。伊水變色咩？伊罐頭就空了咯，流汗了哦。哎，我猜伊是食袂起啊，個嘢我啦。咩個你？特別罐頭嘅荔枝，我特登夾一半，伊水我本是倒掉嘅，我揀嚟食荔枝。小弟是小弟，本啊，小弟。我食伊水啊，我自家伊水啊。actually 伊水啊。等 brand 你好食。我另外多啲拗咧，你啉。哦，應該掉我假如啊，伊水你使嘅嚟做咩？那是你做 cocktail 係哦，你嘅去 reduce 啊係。แล้วแห่ตอนนี้ก็เดียวลูกมันแห่ syrup แล้วลูกมันแห่ simple syrup แล้วลูก instead of that ลูกแห่ไหลจี syrup reduce 啊嚇แล้วสิ做 cocktail 咯我會記得嗰陣係你生水大佢有賣係你荔枝嘅水啊，伊個syrup 哈在係你另外個好食嘅吹波嘅這邊。好啦。以前個用一個深度伊要深深嗰搖起來。特別伊夾伊荔枝罐頭嘅，了伊水呢無荔枝嘅，了伊倒落去嗰邊真係好食嘅。我當應該想要食我去叫我白骨茶，我想要食白骨茶，我當叫我老丁煮白骨茶數。你安尼間食白骨茶，我冇食白骨茶，因為人係等人藥入邊咧。哦，你冇食解藥在邊？有淡薄可可啊，對，淡薄可可甘啦。入邊，我食啊，我直直想個夾抓誒。哈，我話夾抓是。我不看這隻什麼夾抓肉啊，伊人做嘢夾抓變做粉氣啊。哦。臭味嘅半死臭赤嘅。high protein 嘛。哎呀，我就是安尼看到我驚食白骨茶哦。我suka 食白骨茶，昨天我煮時係咩數？
我在我當劍就是煮嘅，你話有佢 instant pot 嘅數嘛？然後我站去辦公對來，然後我按個無地，所以我自己一人到厝啊，我講，哎呦，我想要食杯食滾湯，要食淡薄，我先我小食，我只是想食成個滾湯嘅物件，你知道？三百滾湯嘅物件，我小食，然後我小食，我講，誒，特別我講聽哈斯人啊，我係講，我係成都成個小腦包嘅排骨，然後我就見腦包排骨，就是我係 freezer 除掉。แล้วก็เลยจูโร่จะเองว่าหาจิ instant pot หรือ frozen ก็รู้จักหาจิคือตัวไว้ที่เลยปกติอยู่ใจลูกขี้แล้วหาจุ้ยแล้วคือกุนหาก่อจับหุ่นจริงแล้วว่าเจ้าคือควาตันสกีแล้วก็คือปังแต่ไอ้กุนว่ามันทำยังไงมาแล้ว出來時哇落พังอ่ะว่าก็หามีว่าก้อนเนี่ยว่าหา豆油淡薄แล้วว่าก็หาออ豆油รู้จักว่าสกัดจะว่าปกติออมันเป็นแรงหลังแล้วว่าหามีอ่ะหา淡薄ไอ้หูรอ我到淡薄胡蘿，我咪係飲嗰啲字哦，你係胡蘿，你出來啊！咩叫胡蘿？胡蘿。Fish sauce 咧，越南嘅。Fish sauce 啊，胡蘿咧，即係一成個豆油特別依個未講臭，你咪係受者咪臭臭。依成個鹹咧，個胖啊，咧依個味就依成個咩係 MSG 咧，依就胖嘅依。都是 MSG 嚟嚇，因為啲 MSG liquid MSG。嗰時 MSG，你啲 ferment 物件要做嘅味素嘅時物件是，佢有時做 MSG，好食，個好食。有我煮係咪啊？我煮roast 啊，我做即係係一點2點嘅，Oh my god！佢哋阿毛人講，哇，這人真係夠煮咯。你講伊整個有白味啫，伊成個只 rich 啊，伊 savory。係胡蘿啦，好食哦。我咪跟人講咧，就係落去豆油加胡蘿，係落去即 pot roast 就真好食。點知我煮嘅時我冇胡蘿了，我近嚟係豆油椒青啦，唔好食。我點知我叫我梅朗講椒青 for recommendation 咧，定知你叫แล้ว我 finally 俾金蘭嘅 special 咧，唔知咩 deluxe 係咪個頭？我有記了一名我食。金蘭，呢是台灣入口嘅。我定知是我 taste 我食 by itself 我食係是啦，一般咧好食，因為maybe 一淡薄 hot 黏淡薄，一但係我食加排骨換排骨第一時，個好食喎，計香咧喎。呀，全都食頭抽嘅。頭抽係咩？豆油特別是想食頭一邊係咪？哦，我未聽過，我未聽過。啊，仲你個未 try 咧，真正好食。好食。你成 first press 嘅 olive oil 你肯食？對，一點淡薄嘅。我suka 食甜嘅豆油嘅，就是即係椒青。真好料掉，係咪漂？好嚼，係咪上啊？係咪 brand moon 會使嘅？要緊伊是頭抽呢？頭抽嚇。頭抽是講話嚇。點解你咁記係咪本會？我覺得你咁記本，我咁樣俾你咁記，就係人講嘅你 premium 嘅你咁記係什麼 deluxe special。都話頭抽一些頭啊，係你頭啫。嚇。係你抽咯。生抽老抽嘅抽啦。嚇，對咪老嘅頭嘅。誒，查寶寶，會使 send 去訂人照啊？我冇曉食，你抽嘅字。我曉，一個超啊，一個 U 嘅。我去取小英啊食。小英嘅好。OK，咱當然生了，人生豆油哦。我明仔買一罐好滷啦。係啦。你買啦，看咪漂啦，我俾齋我正睇未。你唔知有哦，滷下邊唔知有。你是講只係咪頭油是講只咪漂就清？一個花，唔知係咪花。哦 ，rose 好食嘅 rose 邊應該冇味啩？我唔知。這邊行過未？你咁嘅有頭抽嘅？你感覺有效 ，OK， 我去吹過。你感覺有嘅，我跟你講，舊年有一個人生你生我你感覺嘅，下嚟食啦。嚇！呀，你感覺好油好食嘛？好油。你感覺好油，人人讚好。豆油啊，伊立用一個些鹹嘅豆油。哦。即係low sodium啊？結果乜呢？豆油都是鹹嘅。我去看你，但係就係個人講嘅你 instant pot 嘅 recipe 嚇，有一間樣是一 couple 兩人嘅 couple 你知道？嚇，伊兩咪是有 recipe 一下 light soy sauce， to be clarified to American 啊，講 light soy sauce is not
low sodium soy sauce 呢個，如果你 because 咱講 light soy sauce 就是講唔是特生抽嘅事。嚇生抽嘛，咱講 light soy sauce，呢個被 clarify 唔是 not low sodium soy sauce。那這個 brand 呢？這是咩 brand？是Apple brand 啊？我買一個 Apple brand，10塊9一支。Apple มัน好食 ，Apple มัน好食，我真冇啊。我嘛特擺是買5 liter 可買。哦，你知你知我嚟呢咩啊？你知我當劍，你俾你借做咩？我當劍用豆油，佢就是會做。咱當然講生咧，是講豆油。咱講咧正常啊。生豆有人生豆油啊，歹看。人講要生咧，特別生哦 premium 嘅豆油。我哋生豆油好，人哋豆油什麼好用？我特只會用嘛。我哎呀，人送我豆油。係啦，你俾 premium 嘅啦，你咪送我係你笨嘅啦。normal 係什麼票？係咪裝嘅？講佢哋寶寶後面應該是 normal 嘅啩。佢平常時嘅豆油啊個是將清洗個幾類？未記啊喎，冇去看。我俾10塊一罐，10幾塊到一罐都有。是普通嘅價錢啊？啊是較貴嘅冇啦，10幾20塊。較好淡薄嘅啦，10塊10幾塊。哦，你平常時嘅就10幾哦，7塊8塊買到啦，較便宜。應該買到啩？我記定到嘅是誒較清嘅我厝人用嘅是伊玻璃，伊是成個伊身軀是 square， 伊成個你食你酒嘅sau心酒雕花酒嘅。你我冇食sau心酒嘅。Come on。啊 ，OK， 講到啲生咧，佢要送咩開 glass 咧，要送爆壺。係你攞酒古仔係你。哦，倒咩酒啊？磨菜。冇報路上該冇看到啊。係咪磨菜啊？哦，發菜啊！發菜是磨菜啊。發菜。哦，嗰陣你伯伯唔是你拎嗰隻數啊？唔是我啩？是我咩？唔知。我聽到你，我聽到你拎嘅聲呢，我唔知是裝嘅拎。你看之前佢就嚟啊啦，喂，就俄羅。你講俄羅，你看你捌看過人哋俄羅哦？伊是來整困我家隻有嘢，你看。你辛苦咗呢 ？Oh my God, boy, you're so sweet，爸爸係แล้ว我是食了手水無，我就喺度整困嘅 forever。哎呦 ，Apple 嘅 Rose brand 啊，只間聽講，你只間咩咩嘢？係咪講係咩啊？未使講嚇，未使講佢再叫 message 我啦，未使講。攏知伊嘅咩？攏捌伊嘅咩？未使講。即係咩咧 unique？ 安怎攏知未使講誒？要咧，阿毛子，你咁啊，咁不要對，伊介紹互我看咧 rose 票豆椒青，蘋果嘅 rose 票誒，哦，嚇 rose 票我有，特別我紙俾來互我niece。攏就是佢一個食蘋果票，還是食即個花票？我唔知喎。我捌 try 過迄個 rose， 我知講佢哋好食。我食蘋果嘅好食。伊淡薄一啲，伊冇咧鹹。係頭抽咯，你嘅會使，有幾時頭抽呢？頭抽嘅時間，伊較冇咧鹹呀，較甜啊。呢度是好食對啊！你喙抽款去啫，普通嘅豆油。係咯，入面落啊，試鹹嗬，試鹹去咯。我頂到是食你結果晚咧食個未效果，你係無好食誒，是如果就未必，但係都無法嘛，特別用了嘛，你大罐。所以你特別用隻久，所以我當今啊，我過來做咩啊？我過來做我喙，我咪是做，攏知我是個食女嘛。我是個食你成個食 ramen 那邊嘅女啊，你 6 minute egg。所以我就過來有我 pressure cooker，我煮我係殺我用 pressure cooker 煮，แล้ว是伊裡面個女個，แล้ว我掂白開起來係浸入去迄個豆油，就係隻 plastic bag 啊，係豆油淡薄迄個米。做嘢食啊，做嘢冇。你可以浸掉咯嚇，所以變惡去咯，你個淡薄鹹鹹啦咯，好食哦。
我講聽，你在迄個豆油吧？哦，你suka食？喲，驚食，豆油吧suka咯。控豆油吧。特登煮豆油吧是啊，伊嘛係落豆油入去咯。嚇！因為伊落一個頭炒嘅，所以好食，濟落濟。哦，แล้ว個豆。伊個係白骨茶料一包。哦。好食，你變到要湯會啉嘅好食。哦，我見特別我見食啲啲，我係你嘅隻曼尼斯，我係。哦。啊，我買煮嘅時候。baby 頭炒有淡薄啲，係好。嚇 ，baby 有淡薄啲啲嘅數。誒，我講到我背咗咯，我看我媽就係去買啊，300吧。頭炒，你會去看。我買300吧，你特別係糖本咯，特別我su個食咯，我豆油吧啲啲。OK， 生禮嚟講生禮。收話地呢人，八節 OK， 八節人做一出，大家講豆油嘅好。好。嚇 OK， 誒個字人講豆油。等我寫起來先，我驚我未記。生禮個生咩物件啊 ？Traditional。一瓶生下嚟 sparkling 嘅 juice 都係我對面一罐嘅罐。哦，呢是成個 non-alcoholic 嘅啊。對。哦。當生下嚟咩？會水嘛？人哋都就咩水，讓做你拿嘅事啊，一支拖起來嘛。啊！我人頂到時下面咯，佢就是頂到我嚟年代是生咁水咯，成日你 cordial 你咁 concentrated 啊，伊唔是粉蛋啊，喺度泡嘅啊。沙士種啊，係你沙士粉蛋係種，啊咪沙士巴利係種。沙士巴利。沙士巴利啊，你沙士糖嘅你肯定啊。以前個一結嘅啦，伊無爸爸嚟啦，伊時候你沉水 cordial 啊。你講到只都沙士嘅。你叫做沙士巴利啊？你叫沙士巴利啊？好笑啊！佢就裝咯，就當我你特別。誒，爸，我笑掉啦，我笑掉係咪生年啦？嚇。米大米。米啊！伊是啥物嘅米呢？伊是係咪八寶麵咧？內面有八粒哦。哦。伊壓只大咧，然後只水嘅內面咧，一直八寶麵。OK，等我寫嘅，等我諗講咩 soy sauce 掉。然後 soy sauce 一個另外一個 topic 是 special care 嘅呢 ，special need。OK，boy。嘢走啦。boy，爸爸 sit 哦。Boy, you say hello? 哦，我睇睇先啊。哦。爸爸 say hello。哦，我覺得boy 特別係手外面嘅咋。Such a special need. But boy，我攞。爸爸一定都是佢世界啲我攞嘅啦。佢世界啲我攞。爸爸你係生了，我係生了咯。係啊。我講聽你知唔知依隻搞咩嘢？頭睇個幾嘢嘅 greenback 嚇 greenback 啊！你成日講我知道嘅時，我俾你成日好似 Oreo 成攤嘅 packaging 嘅，伊成日一雙嚇，一雙咧係啲嘢。伊啊，伊攞嚟時俾你看個幾嘢嚇，伊部正字頭只一隻打一 greenback 落去樓下嘅嚇，一條一抓破嘅嚇，夾個幾出嚟嘅。我想講直接食我嘅croissant。對咯，之前我就是個食，一就是個食，一時間是個食 bakery 成補嘅物件，胖胖物件都見呢。條件都睇我哋鳥，睇後尾開出去啊！好，而家喺你頭尾價買啊，係冇溝啦，要買咯條件。冇錢啊！講冇錢啊 ！OK， 送你嚟香歌對，香歌，但係諗講咩？你有送Ribena咯？Ribena 好啉本。Ribena 吧，攞 sparkling 嘅好啉咯。哦，係，我不確佢。好啉啊，你。Sparkling Ribena，你有落冇送嘅你咩 ？I think 送嘅你較當人嘅面啦，成日講送臘八對，臘腸啦，臘鴨啦，個有。嚇？你食古早嘅 traditional 嘅。我見冇咩，冇人送咩？誒，佢嚟煮你好食咯，煮你阿火飯啊，
飯啊，鴨煲飯啊。係咯，喲，好食啊！我嘛實在，特別冇人สั่啊。誒，當佢臘腸嗰我未有煮啦，你看未見到煮。我都去迄個二人生入面本。你在特別忘去買啊，國早我年代是去買辣啊，咩是去到裏邊就根本上，當在到啲迄個新世界，當今新世界對面嘅 super，頂到當今唔知叫咩，頂到是 super 呀。哦，我知你講到了。伊頭整嘅路邊，伊只比較只辣嘅物件，辣味啦，辣味了是個未甘嘅，所以我哋車特別喺度頭整啦，俾一箱咧就去我車嗰呢。然後伊是參與啲壓嘅 crate 嘛，嗰啲茶嘅 crate 嘅，然後有賣辣壓咯，辣味咯，辣壓啦，辣白啦，伊深圳嗰款辣嘅，然後個臘腸咯。誒，即係話你會生咧，你 variety 真濟啊，嘛啦，你係冇咪本。我都是要聽下較新嘅物件咯，較新。後面嘛有 actually 那個 iPhone 嘛有。啊！你咪舊年我都冇開到過，佢哋面板。誒，我看你係小影嚟哦。冇咧，伊係佢哋 ribbon 那邊貼起咧，存那裡。物件好，見你講下啲物件啦，面。你係你錯啊？你可能你唔知係錯啊？你錯啊？哦 ，apple cider。唔是 apple cider，唔知後面我都唔敢開。後面係你去看 label 嚇。vinegar 咯。後面可能 vinegar 呢冇寫後面。是不是 fruit vinegar 嚟？something 啊，你可能。係你只係啲嘅，成日都可以嗰啲樓卡。我知，係你樓卡我知道。伊是唔是做成個人迄個人做 enzyme 嘅？哦，是唔是講？伊唔是 enzyme，是 new kind of 唔知。錯咯。嚇，伊是 fruit vinegar，你頭 directly 泡水裡面嘅。你講好啉又比較低咯，伊講無係 sugar，伊講可能係 honey。我知啊。honey 咪是 calorie 嗬。叫我不只低只低。咯，自己 honey，自己就嚟 vinegar。哦。哦，好了哈，OK，當見個情況。米啊，米哈，我唔捌聽過人生米。冇以前貴嚟啦，แล้ว南有米哦，可能貴嚟 basket แล้ว。冇相關嘅米啊？冇啦，參 maybe 豆油罐頭嘅米安尼款，แล้ว以前個無口。伊個packaging上水啦，伊想睇下你在你紐約字個了啊。在你紐約字係咩啊？4個字。寶寶個聲。可能話冇7個字嘅。7個字就係講1、2、3、4、5、6、7，就應該食了未，較脆未變。OK，แล้วเขาจะ是生咧是食嚇，我見隻攞八卦了誒。你按照你是家隻按照看嘅八卦講下。我自家食咧juicy嘅，伊是加咧加脆咧，還是？我都買兩行本會使愛有只是夾嘅。我是。你別跟你八卦落隻佢。我見食咯，別跟你八卦。一切咧嗬，切咧。一成啊！伊看成個bacon咯，伊是一end你看到咯。你要白油嘅，哇！好食。Oh my god！我知，就是講好食，是怎麼是歡喜嘅嗬？哎呦，就是講我背就是你看啦。我就是講我2019年嘅時候，我對佢貴成正咯。明年成正嘅時候，我對佢貴成正。有來散了嚟正，唔使散咯，唔使散掉。當叫我特別散嘅股都被散掉。定住我破病。散了嘛？我定住破病條，我教 JBGHKG 人講，我冇落掉啦，我落到啲我 phone 裏頭，我冇落到啲我係 app 啦。炸鬼條，炸鬼條，笑條，我有 doctor 啲我 iPhone 會 health app 裏特別我冇係自己啦，我人係你 Google 嘅個，特別嗬，我生個176本咯，然後我唔知道 JKG 啦啊，我176本嗬。哇，歡喜咯！因為情愛考試飛到，哇，佢新咗，佢係 fitting，佢係 fit 咗，明年另外面做啊。然後幾有攞住，然後好啊，冇隻我條咁樣，個背要對嘢。I think 是為 water retention 啊。我唔是 water retention，我隻要啊係伊會拍出水嘅了啊。我隻伊要 expectorant，你成日隻你條咁嘅要咪時候你手探出嚟面嘛。แล้วเป็นโจ
喂水無特啲辛苦嘢，變做較輕啲咯。問題就係嘅。特登破病做人歡喜，就是講生氣啫嗬，生氣嚇，2幾kg了。我話想我較 maintain 啦，食較少，特別肥，你破病好。好啊，就佢 appetite 嗰度嚟。佢肥啊，就係咪使唔食？我咪成日講到啲八卦，我見之後就是成日你備緊嘅咯，特別伊味素是伊當然都去貪味啊。我頭一擺食到是一句叫甲達布魯買好啊。味正香。味正香啊！你 Plaza 樓開。哦，有備緊嘅啦。一規隻補咧，可能味道就坎坷。你成咯咯。特別我暑假食迄個人家己做嘅啊，出來做好食哦，真濟煮食好食。按照家己加啦。伊有咧成個。以前咧。哦，伊一粒成間咧切掉老闆上賣。你我冇食咧做珍珠嘅嚇，你一粒嘅。一碗一碗。伊唔是一粒喎，伊是就是伊只 flat 那款呢。哦，伊寫只改呢那款呢。叫金錢係咪？有一間迄個唔知咧台灣店。你叫馬路八條。我嘛有八條一條。無安尼大條只細條。搞笑。啊，你本好食嘛？甜甜，我都是個食甜甜嘅八條嘛去食。我冇見就係甜甜嘅八條。迄個伊是成個咩？beef jerky 呢大條啊？安尼三食便當呢吼？無啦。上個你家裡嘅一條。上個我嘅 middle finger 呢啦。哦，大條本啊，就混機呢啦，混機呢。較肥啊嚇。有時用3 gram 嘅啦，款前好食啊。兩個都冇3 gram 嘅。誒，第一出名嘅票是係咩票嚇？哦喲，這句拍子，這差。sorry，要拍子。差別好，佢當。味正香啊，去個上海啊，嗰個國家本有嘅就香港。味正香。你是唔是咱馬來西亞嚟嘛？嗬？啊，是外國票來啊。是咩？我就是馬來西亞票去個跑嘅。哦，味正香是啊，你嘅情調你博星嘅嗬。冇，你是我嚟啊。Chicken rice shop 嚟啊。冇，你冇嚟嘢。我嚟嘢。你話嚟嘢情博星。我冇得食，我食硬字嘅。美意華語 Mandarin 叫做美珍香嚇。美珍嘟。美珍香是味正香是新加坡嘅。哦，新加坡。啊，我哋所成個是馬來西亞，就哇，佢嗰個 keep 會。你出冇你 famous 係啥咩咧？龍記啊。龍記，如果試一試，你一定好中意。你嗰隻全身都成日會食佢。誒，我就係記轉嗰個料嘅啊！成個特晚我就你食你，我趁你拆你蠔油啊，我咪記。蠔油是特晚。你咁幾好友，人人真好。啊！一家炒菜三家香。馬來西亞好似係我估咯，知咧，我都冇聽過啊。係咪 Q Brothers 咪我來嘢咯 ？Q Brothers 啊？哦 ，Q Brothers 是 brother，我來嘢 boxing 機啊。有係本。哦。古早嘅好食，當今冇呢好食了。哦，定到是只出名，伊 mass produce 係冇呢好食嚇。我掉落去文山啊。古早 already mass produce 了嘅，但係古早嘅好食。哦。古早愛排隊嘅。我掉落去有啊。你講咪美正香啊？嚇？美正香啊？我講我掉落去文山，係你冇 brand 嘅啦。哦，好食。你嗰時好食啊！我朋友特登叫我。我掉落文山叫落尾。嚇！特別隻大嘛，已經喺度中午嘅。我掉落中大。嗰一個 brand 是紅地，伊 logo 紅地，啷捌看過哦？用紙包嘅啊，是不是？無，伊先正甲出來蹛去路邊，迄個皮拉路迄邊你看到嘅。伊名咩？紅地啊？伊名富滿香，咧伊個 logo 是紅地。哦。咩是紅地？紅地啊！皇上。哦，紅地嚇。迄個 brand。Actually，迄個 brand 吼，伊頂到是一個 brand 貼嘛，I think 小名貼哪裡啦。哦。So，人
大擺看到嘅迄個是較濟，迄個我毋捌食過，嗰一邊貼出來 another part 吼，伊到底 Cheras 有一間我食過伊嘅好食，我下禮拜去買啊。哦，還沒好食你講啊？一隻 juicy 咯。哦，我本身就 juicy 嘅，我是講較舊淡薄，較舊咧是薄啲是油淡薄，好食哦。對，你啷食？我掛是就食是反正一坨啊，是有人過來包羅啲啊。夾羅啲，安怎看本會？安怎看本我頂到細漢嘅時是包羅啲食，你頂到我食生，我同你講食八卦，你八卦真貴的。哪裡嘛貴？特別當你大漢咧，家己曉攤位嘛。頂到時咱是參出來人食吼，你就都是特別包羅啲，羅啲個是特別攞地啦，咪使一地啊，攞地它硬掉，然後是走出來啊，你嗰度貼hand住佢咧，白魚都對啊，未使拖出來啊。落地啊，我八卦嘅，我人家食物件，我係老家叫買個食，我係人湊款先嘅，古早細漢時啊，所以我教伊白白落地加加了，嗱我食了落地啊，所以話你係食食食白落地啊，佢嚟食八卦啦。我是個食八卦，當然大漢啦，是個食，但較濟是食嘢呢嚟食呢咯。咁啊，食個食 snack 啊，食 snack 咯。誒，你知八虎條哦，八卦就講。哈，garing 嘅嗬。哈，我八虎條不是真 dangerous。哦，到底迄個俾阿邦俾迄個跟住班掌櫃俾啊，到底咧 super tanker 為咩咪嚇阿基 pancake 嗰邊有俾。做咩你我講無啥物件啦？我是講先食咧包虎條咗。夾薄邊配包嚟，夾迄錢嘅。哦，唔是。唔是，我講包虎特別 crispy 嘅。哈，對，我講嘅時就跟我講嘅是迄個阿基 pancake 為咯 super tanker 阿基 pancake 有俾。包虎個邊俾安怎嘢嚟煎？maybe 上人誒，伊是咖喱，伊是茶記咯，伊是。好食。我咪是個包虎我嚟煎一條吼。我講聽我。伊毋是個嚟煎咧，伊是單嘅，可以單啦。包仔唔是成日混咧，都啊，成石頭咧，嗰啲。他是全家件事。就問者，阿基餅嘅佢邊攤賣啊？你是講？阿基餅嘅家己攤。有賣啊？阿基嘅賣啦。你係講愛你包虎咯？你係講愛你包虎？伊是包虎你包啲餅嘅那邊吼？阿基餅嘅位咯？你包啲餅嘅那邊好啊？冇包啲餅嘅，伊賣一罐呢。哦，OK。哈。睇你係咪光華之寶嘅對面不有賣？哦。特別伊無，啊你萬山你個好食。maybe 是當邊代理呢？萬山就是佢哋 plastic bag 很包。哦，即係是伊是成個人từng先食過嘅罐啊，頂面紅色啊。係啊，你冇食，點解你萬山嘅綠色？哦，較好食。到底得落去咩？誒，我買條冷嘅俾。OK。誒，得落，誒，攞翕相影。我就話佢俾先翕咯。係，你翕相影係嘛？個隻 gram 我都唔知，伊無半行嘅，無 brand 無蝦米。誒，我講聽我對佢，我舊年對佢時咯，我係嘛特別攞。你危險嘅啊！我借咗就冇去啊。我到底因為我嘛在 Bruce 間食嘛，所以伊要買好，伊買好伊買一罐，買好換一罐咧，係我到我 hotel，我是 hotel 是你想阿妹是第二，但確定是嘅啦，爆，哇，好了哦。特別我是嗰隻巴虎配梅嘅喎。啊，係你巴虎配梅咧，係你度拍生，你嘢你巴虎機就冇拍生，你嘢係你模糊嘅。regular 嚇，我乜隻個巴虎條，但是你下隻煮嘅物件，一碰去嘅無食。哈，對咯。哎呦，係啲水咖嘅好食。係你好了咯，巴虎條嘅嘅。誒，嗰一種係，但係你講嘅咧，你咪是有先食過啊。八條，那邊包巴虎咯，那邊包巴虎嘅嚇，全邊一倍。我係你剪啊，係你剪。嚇，巴虎嘅剪一條，係你食嘅咯。三百 heavy 冇好食。我哋食嘅。誒，我講，先正送禮人會使去，成日講你邊店嘛買嘛，你可能物件嘛是送好送禮掉。我唔是人送，一般就是看你個人食嘅數。貴價幣哦。那就是講，就是生罐頭啊，嚇，罐頭生咩？蘑菇。生蘑菇香啊，蘑菇臭菇。蘑菇是啥物？蘑菇是 button mushroom。button mushroom 啊？哦。button mushroom 蘑菇。唔是廖蛙哥。
了，係老孫咯。啊，對，係老孫。加咯咧，個你 baby 加工，baby 加工，加工驚。啊，我睇下我會記得你講我聽，我細漢嘅時，我爹會當書個了，伊人請伊和伊hamper 好嘅嘛，就講。Lena，嚇，因為 Lena 特擺伊個關刀嘅物件我冇食誒。哦，你記係咩物件入面？海參啊，係咪嘅係咪貴嘅物件？哦，對。我睇係嘅嘢弄在保護。係嘅嘢係個包入邊。海參啦，我冇食誒。你當人店你要知你打物件。你叫打啊啥？係啲，你係收。特別有誒，伊個嚟拿伊係美國物件我有食啦。係你是，誒你看到我後生食叫 Pringles 誒，或者就。哦 ，Pringles 係對。我應該只興包 butter cookie 入邊。啊，butter cookie，我食過。藍色電嘅藍色電。cookie 係咧。因為這個 shape 是 pretzel 的 shape 嘅嗬。有些這無像 shape 嘅入邊。我是佢食，你頂面有藤舊舊嘅啊，干。嘅啦，臭嘢個 B 嘢，馬路所都係看好食，不是藍色嘅電嘅。藍色電咧，伊頂面上現在咪紅景一間厝呢呢。原來我只隻 cookie 我的 color， 你係是我只是講伊個啥，伊個 cupcake liner 啊，伊成啊，你做係 liner 誒。你嚟邊度沙地冇聲嘅？No end 咧 ，no end。因為有一個地方嘅，有一個絲絲格誒，有一個成個白色，一個。有坑嘅。啊，對。但你食不是食 dangerous 嘅，未 stop 嘅。誒，你個胖咗咯。啊 ，because 伊有牛油嘅邊嘛。係 shortbread cookie 嚟頂是。冇啊 ，butter cookie 卡 shortbread。哦。真係好食誒。誒，我食佢食咯，當今冇賣啊，當人店冇賣啊。嗯。咁你這是當人嘅物件嗬？伊冇，伊是當人生理用。誒，我想講是阿嬤嘅嘛，伊特擺講是 butter cookies 嘛。伊有可能是阿嬤，是講人當人嘅嚟生理啊。暑假喺你電啊，我諗暑假你講。啊，喺電你使嘅，啲小影啊，啲小影，還是啲要燒特別有啲 collection。喂，馬地搞嘅時間嚟做針啊，那邊係一隻。物件那邊啦，嚇，成個做木個隻咧，木個隻你天生物件你係個那邊啦。係咪木個隻？咩？木個隻你唔捌聽到啊？木個隻，nyonya 嘅話。哦。nyonya 話木個隻是一個拿。唔是拿啦，是red 啊，成個。咩木個隻黑啊？木個隻。哦，木個隻。你睇，對哦 ，so actually，木個隻是木個隻黑，你知哦。木個隻黑。我係點嘅咯？用話啦。哦，木個隻，好聽木個隻，木個隻。用話啦。話哈，對。用爸爸嘅話嚟，木個隻都係你天生你係那邊嘅啦。飲啦，你係刷啦，你係溜滑啦，係咪啦？係那邊。啊，浸刷係啲那邊。係，你唔是我係馬子人用這個壓嚟頂嘅，跟住人唔是用。有人用，我人用。這是上嘅 common 嘅嘛？攞嚟 common 木個隻哦。我木個隻只大啊！即係小木個隻嗱。誒，你嘟嘟啊！哇，你係成個嘟。即係唔捌開過嘅嗬。木個隻嗱，你看。你哋啊？大家佚佗嘅。係咪？我這年啦，哎呀，什麼 two box 你看啦？20年咯，我都看下面我木個隻。哎呦！啊，你會曉會學，你會。我係整個針車嘅話的。他們說的 professional 都是天生是基礎。我定得天生。嘢細 job 嚟嘅㗎。好啦，嚟邊度定嘅啦？喂，我係木個隻，我同你講，我係木個隻幾 set 啦。你看，我定到 college 時我讀啲 costume design 嘅 class 嘛。แล้ว我係聽只節目見咧，就我有聽。啊！你看我係無上嘅，拄啦之後你 in pattern 嘅啊，即係古車輪嘅啫。我介紹教你嘅之類呢。你是教我木個隻啊？呀，嗰個之類嗱，之類時候攏針要針線要吹線時啊。我你拍啦啊！
啲嘢拉呢可以做咧是伊線。伊個線係你嘅尖線咯，你天線時往時伊線愛拍格啊，然後你磨到啲拉，有一條你較好啦，你嘅有得有隻，伊貴伊個咧是伊被拍格，貴線是被拍格，然後個當見老人請咩吹尖嘅事啊嚇，咪昂聲。哦，這裡，然後個我請過係咪嘅嚟看啦？你請係咪嘅？我請係咪嘅？我請。老丁，我有一個我頭一個 project 來看，頭一個 project。係。等陣，因為我冇。慢繞一條，是唔是？我車一個物件冚我嘅針車，冚針車籠。講甜物件咯。針車，我只係冇。做baju kedah ni kan. Kami si baju kedah. Kami lah tengok bawa kat lu kajian ni. Macam kami. Orang si提啲 folio 嘅，按咗提嚟你話咪提啲一本冊。我按提條上來。不過就不過這是我頭一個 project， 我自己做嘅 pattern 啊，是好我冚我嘅針車咯，這是我針車。你寫了，我看。我講啦，即係我針車咯，แล้ว我針車後尾嗱，你看伊這邊個一 flap 好咯，你看你喂係我 handle 我個嘢啦，嚇哇 handle แล้วอันนี้嗱你看แล้วอี我做我是 design อี自己 pattern 我自己 trace แล้ว我車แล้ว是我嘛冚掉伊未成套款咯，你看嗱然後你開起來，哇！這是差點用開，這我針車嗱。誒，這裡哦，呢是 brother 啊 ，brother 啊，唔是 singer，brother 是做 printer 呢，我想講，有本有針車，แล้ว依個針車卡咯，喂，後都立嘅啊，電你立嘅啊，啊 ，treadle，有我們是做一個 bag 相識嘅，我哋我去買一樣嘅 remnant 啊，板機啊，แล้ว我個嘢你看 velcro。開起來 velcro， แล้วหลัง邊 velcro หาเดียวแล้วเต้จำเชียขาแล้วนะเอาละเดี๋ยวว่าสิเท่าจะเลย project แล้วอันนี้ว่าบ่มีการว่าสิเกณฑ์ว่าต่อไป有看電視機有加有做車衫我就是甲看咧嘛แล้วว่า看這幾年哦我唔捌有做過唔捌有จำเชียมาแล้ว Bruce 俾好啊จำเชีย一年時แล้ว我實車咯我佢做我去買迄個人做厝嘅布啊人生往時寸頭寸尾啊，แล้วมาปั่น幾咯，一些只 jeans 嘅布嘛，較大漢嘛，แล้ว我買了過來車咯，車了我是自己看伊 shape 安怎，แล้ว我看安怎裂伊布咧，變做伊 shape 伊 form 伊整，就整到有尖嘛，我哋伊三角啊整到有尖，所以我自己裂，自己做 pattern 啊，我捌做 costume 過 Star Trek costume 我捌做。老丁有啊，老丁有 Star Trek costume。我想講 Big Bang Theory 嘅見到明啦。嗱，我特別做沙灘情啲去過鐘嘅事。了，你看這個，我看咧。不過這啊，車衫。不過這。個一個。車衫機叫咩？針車。哦，針車。這是咩？我這是我溜滑，看到。哇！我房間有一個，哎呀，得咯，我看。啊，得咯。哦，你係高中嘅我愛，我全部有個我買。你嘅嚟擺到頂呢？你嘅做到頂啊？係，嗰個擺應該冇人愛啊。啊，那邊一多冰嘅，你燒嘅是一多冰。啊，我有處有。對，燒到冰嘅是，我嘛有一個，我嘛。你看伊一堆有一處冷嘅，只處冰。你立伊嘅，立伊可以行。我你就會換就伊係你處冷嘅死嘅，你個嚇對。即係拍因為這個外力唔知。我要用嘅你反正我不要用電嘅喎。一上嘅嘛，你伊是立嘅時。立嘅時伊就開了咯。特別你按怎 control 伊嘅轉快還是轉慢？你按怎 control？你嘅 speed 嚇，你那是。你要攞啊！你拉較深，你就較快嚇對。แล้ว你會使 control 你慢慢搭淡薄是淡薄呢，特別係電呢較韓國 control，但所以伊 usually 擺到 noise speed 嘅，這個是
快，这是慢的。然后你去到就那是你用但快呢，你袂晓一车上。我惊咯，但係佢記者呢係車。你知我驚，我細陣時我咪是真驚，我驚到什麼去。我去大澳啊！真係講個邊嘢嚇。生嚟去車西。提沙。哦，不過啫。哦，不過啫，你做不過啫。你看啦，我都看埋不過啫。我冇可能看埋不過啫，一個愛看。裏面。咁啊，地理位嘛，唔是？哦，OK。แล้วก็ว่า係夾到咯 ，pinking shears 加幾嘅。แล้ว即是我真係貴夾到咯。我個試掉咧，真係貴夾到加磅嘅，就係加把。就係 Battenberg wheel 啊 ，Battenberg wheel。嗱。Battenberg wheel。對，即係 impedan 咯。แล้ว這裡是我嘅心誒 measure 都係心咩啊？5/8誒，這裡แล้ว個鳥都看到愛你愛鳥。誒，那是美國啊，啲用 inches 啊。對，美國對。寸咧。pattern 即係個 pattern 嘅作咯嗱，是 marking 嘅作啦，你答。哎呦，我好愛抹條命，有一刀我頭睇伊係咪去寫啲。你做啊？有蝦米色嘅嘛？我上個是 crayon 來，我驚去寫啲，我嘛怕死啊！對，而且我尖車嘅尖。แล้ว我一啲個一站個，一站是。哇！2站呢，這是 two box actually 是人丟壺嘅 box 啊。丟壺嘅 box 係。人 professional 起厝嘅人。嗱，這裡就好用嘅，這裡啊。這件物件是好你教你成日講你要做，你填成個你教 elastic 嘅啦。嚇，你 set 掉。拎啲入邊你會call 位啊，嚇。你那是 call 有 elastic 嘅，你會 tree。會交替。你set，然後你 call 啊，其實啊。tree 因為 tree 拎入邊咧啊，你話。你那是有按照講 bolster 啊，尖頭，藍尖，長嘅尖頭啊，伊會唔你特別白線嘛，白，你要吹伊線入邊嘅時，你用下你啦。藍尖，明個地方叫藍。我用 safety pin 呢，我用 safety pin 推佢出來。藍啊，你就係藍綠嘅藍啊。bolster 是藍尖啊。藍尖。唔是尖頭尖，藍尖。藍尖，你叫藍尖，我叫做尖啊！這不攞食樣嘢話啦。對。我叫婆尖啊。婆尖咪使？誒，這邊講冇事是婆尖。婆尖咪使？婆尖龍。婆尖龍。你個 translate。婆尖。哎呦，我真久無聽物件啦咯，特別有當時有 project 啊，個燈啊，是要改考什麼物件，是咪是會聽咯？我頂到聽只物件，即係我聽三個人，我要做一個 bathrobe 個，你知道？我係一個 bathrobe 很好聽 ，because 是 terry cloth 啊，因為特別我 cousin 真正細隻咧，我 cousin 真夾咧冇個5尺呢，所以伊未吹到 bathrobe 嘅咋。แล้วว่ากี่แล้วว่า做伊咯，冇伊見那冇俾伊見那就咪是伊是大人但所以伊個靈嘛，แล้ว伊那是見那伊未包伊好少就。我嘛是5尺呢。所以伊當伊俾掉，所以我家己解做，我俾大人嘅 pattern，特別我加佢佢第一條嘅腰嘅大到啲冇相會哦。我做只隻啊，我要填有 lining 嘅物件，咩物件我要填。vest 啦 ，T-call 啦，查某嘅 bodies 啦，成對了特別有領嘅，特別正很邊頭整嘅，有搭嘅啊。你不要貼一個衫，好你阿仔。阿仔 ，you want to wear 呢？因為前邊好見 T-shirt。媽細呀，小羊 baby，you understand？ 包包，我買包包。呀，爸爸，咁咪咯。OK，แล้ว講生理講生理同埋，生理我一行講我一行，我俾佢做喂你啊，
然後做食包括第一時，咱個講你食多食零嘅。啊，每一項送禮送紅包，送禮咩？啊，紅包啊，紅包籠啊。送紅包啊，係鐳啦。哦。你攏知下你糖哦，唔知是送禮，還是拜人講嘅袂記啊？安怎啊？冇糖啊？伊一條一條阮誒了，伊像個錢櫃啊吼，了伊散下咧 custard sugar 佇外口誒。哦，鐳糖，毋是鐳糖，伊像錢櫃誒餅了，伊散糖佇外口，我毋知袂記下咧是拜人講，還是送禮，也無是好食誒。我拜人講誒，拜天公誒，叮叮誒叮。毋是安尼，伊像個錢下咧 ribbon 誒粿安尼款，個是錢下咧 biscuit 了，迄頂懸散下咧糖誒粉。好食，便嘢啊！我唔知係咪嚟啦。拜人講成日新正龜啦，唔是新正龜啦，嗰個新正龜咯。應該是新正龜個係啊，伊是唔是轉 twisted 誒？冇 twisted。哦，伊成個咧黃蛋皮嘅咧ribbon 邊咧啊？唔是，你知 twisted 數？啊，知。伊上個咧，哦，係啦，對，就是講，伊唔是轉嘅，可能係嘅。我袂記啦，係你。伊話好白白啊！嚇，伊三咧糖粉。邊咧有一間係咧賣餅嘅店啊，名叫學樂燒啊。哦。紅餅嘅啊。哈。伊是老國雜餅嚟嘅，是唔是？伊係咪使冇賣好食？嚇，冇賣使啊！伊賣使本啊！規間店迄物件阮有誒餅爾啦，就是餅。哦，餅店。我頭腦去買碰餅。講嘅有人寄來送禮啊，迄個餅。我唔知啊，袂記。碰餅是安怎啊？無咪會記啊？碰餅是。碰餅大大嘅，碰滴滴，裡面有糖嘅，但冇糖嘅 caramel 糖嘅。啊，唔是 caramel 啊，白色嘅。白糖。我袂記啊。黏黏嘅。啊，係啦，伊是成個，伊有隻嚟特別定嚇。你一種康嘅嚇，好食哦，都做係做。一種康嘅，伊特別特別成個 melted caramel 你可能。但係拍伊嘅餅脆個了就。哈。因為我當應該小食，好像小食咧豆沙餅。豆沙餅。有人買豆沙餅送人，我先知。冇可能啊！可能有人唔知。KL 嘅人，我估計就冇掉下嚟俾你。掉咯，啊真係就掉咯上哦！我特擺我 KL 嘅 cousin 隔了後，我人去吹，特都是買豆沙餅係樣嘅喎。話你 group chat 了啊，每個就愛。自來嘅時候，自來是個買。去嘅時，就係 group chat 就愛豆沙餅。啊，到底邊咧，攏是去買到一個香。本有哦，咪咖喱多羅咧本有啦，鹽香本有啦，魚香本有啦。嗰啲本好食。我是見食咩？伊豆沙餅裡面有成個麻油，唔是麻油，你叫咩？蒜頭，唔是蒜頭，伊是 shallot 嚟，伊是咧。長頭筋。長頭筋，你長頭筋叫咩？油葱哈，油葱對，油葱。我是買關丹肉我諗晒鹹香嘅味個蛋哦，係你味嘅，係你。關丹肉冇啊？當兼鹹香，好食了，一邊下了，好食了，一部。下了，伊唔是豆油咩？一部用豆油了，所以一部好食，一部朋友。哦。就是掉落嗰啲塔車，就是你嗰陣拍你掂嘅啦。真係覺得人係車到啲頭整，是唔是？我協好嗰邊嘅。入好是 Union Primary 係你對。啊，una si ganda 店啦，即係個別店 greenhouse 入邊嗰度。啊，對 greenhouse 對邊啊。鵝湯餅本好食咯。啊，鵝湯餅只久冇食到咯。誒，或者咱講餅一個。OK，咱講餅 episode next time，OK？我寫起來。或者淨講個餅。有人送人鹹灰啊冇？菜。誒，咱講未使送你，未使送咩物件？咱講下。有冇生時正？生時正，生多。生多嚇。多嚇。尖嘅物件。講 wallet 鐳包鐳。啊，鐳包未使送嘅啊？我想未使。會使，你放鐳入邊嘅，你係放鐳入邊啊？你放一塊鐳，你都係放幾鐳？意思咯，一塊好唔 OK 啦。哦。有鐳就未使送 empty 喎。未使，即係因為我有一個法國嘅Jack，
伊互我，伊袂晓啦，伊互我一个雷包雷狼啊，雷狼，然后我问講，你袂使食，我問笑伊啦，計講，笑咩老師？唔是叫雷白，唔是雷狼。雷狼咪是使，雷白是莫話喎。好啦，我是講，就是我咪講啊莫話呢。對，我講雷狼會使嘛？雷白、雷多、雷地。我是講啊，咪。會使雷狼。แล้ว我嘛講，我聽 actually 老師講，你袂使上人。坑嘅，你特別下次 call 到南邊。哦，是安尼款啊！我想講是袂使互雷狼做一句。再講咩？我袂使。學有淡薄嘅裏邊，因為你學坑啊，你學你坑啊了。是講是要害你無累是無？可以變格你知哦。哦，你學你坑嘅累對累。袂使學啊！你就係一箍啊好，一撥啊好，唔要緊。對喎，淡薄物件淡薄累啦面。板凳這是板凳。แล้วก็ไม่ใช่ซ้ำอีกก็ไม่ใช่ซ้ำเลยไม่ใช่ซ้ำแกมาหน่อย後面數ไม่ใช่แกมาหน่อยแกหน่อยนี่แกหน่อยใช่跟人啊，個板凳個招就係跟人個板凳個字。哦，對，我本聽到安尼看。你學見人有攤借到使啊，免插入咩物件？你送嘅是。怪，有的人講跟當人，有的人講功夫人。啊，像咯，像。功夫人。像，大媽就只不過講呢。有人我也冇聽到。跟當功夫就是像咯跟當。跟當是你看無相為人就是跟當是廣東咯，廣府就是功夫咯。特別有人讀講，有人讀講，有人讀更，咱無相為中國無相為人。哦。左啊，你要刀卡手我會記住咧，我逐擺啊，我袂曉分錢甲錢。哦，OK。我袂曉分喎。OK。哎，我逐擺你 confuse 啊，人我是人笑我啊。哦，你講海鮮就錢咯，這個物件啲菜就錢 fresh 啦，啲菜就錢。你講啲菜嘅錢咪是像咯，啲菜嘅錢。雞鴨，你隻雞鴨就是講隻少年隻羊誒。即你講話即查某嘅雞呢，你即查某囡仔嘅雞呢。有菜你都不只講雞嘛？就係西本特別意思無相，意思雞嚟講就是一陣只細長就是叫做雞咯。冇夠食過。特別你大長，你大，意思叫 baby 芥蘭就是雞咯。แล้ว特別 everything else 啊 baby 係 normal 嘅芥蘭，會使是青，但是暖都冇青啊咯。冇青哈，你女是要青，對。伊女是未知啦，你一部 growth 嘛，你就係知是較就是伊細漢把那個出煙出類似枝枝看咯，枝就是少年咯，查某羊哈，查某囡仔枝，老古食煎炒，老古食煎炒哈。老嘅古隻少年嘅炒咯，同埋人講嘅你做公頭呀，老古隻煮炒你結名油炸龜去食你少年嘅炒就是老古隻。油炸龜啊！煎就是少年啦，少年。煎鴨，你冇聽過人講煎鴨？隻煎鴨，咱有兩款嚟講是老鴨，老鴨是嘅嚟做神誕你配合教嘅嘛。一煎鴨咧時候攏食啉水是靠你煎嘅鴨嘅白嚟食咯。老鴨車。特別你講嘅一道好吧，我點就未記啊。我就講你會記下，你愛講嘅就是講查某咯，查某甲煎是上聲，煎嘅 DS 聲嘛。查某囡仔煎呢，查某囡仔，แล้วก็啲菜就只翅是，咁咪講菜，咱講糊咯，講啊嘛，糊就翅，糊就翅。
所以你咪是情，你咪是會記虎翅，就是唔是大隻是細隻咯。伊翅伊隻 fresh 啊，你冇翅嘅海鮮都係未食。這樣翅 ，OK。你記一個，另外一個都會記啊嘛。OK 啦，呀。得一個記。我自己 confuse。特別 at least 你 pronounce 出來，你讀會出一部上嘅聲嘛。一次。我自己講喎。當今你每個人應該曉了，應該會記啊。特別我講聽啦，你人知唔知？英國中聽呢？中你當你聽，邊啲學嘅有5年6年有哦，較濟哦。差不多啦，差不多啦。5、6年。你感覺到你會已經步真濟啊！你聽到？我古辣哦，你知有古辣哦。話了咯，我掉真係濟句話了。嚇，唔係你學掉嗰是另外，你古辣哦，你知？你是想有心要學啊？你寫起來，你去 check 啊，你去讀啊，咪個了起來。我寫落來啦。特別啊，我冇關係講啊，我講話是本嚟就音。特別不要緊。特別不要緊，你有哪講，你就拿來拿進步了咯。你慢慢有當時這邊話嘛，現時你別想講風險假去嘛。你慢慢你有哪講，你拿就拿進步咯。你如果聽咯，聽乜就要緊嘅，因為你哋聽下。我特別拜一，我聽你直播嘛。你會點寫是你會。禮拜名你放是咯，對。因為我同你等夠我係拜一，我梗係聽到。我對辦公嘅時，我對厝嘅時，我梗係。我較就是拜一，我放互別人嘅人咧，早起嘅時別人人聽。去做工嘅時，一隻人講，我推一個新嘅直播啊，因為佢聽。所以啊，感謝我這禮拜先正啦，祝福你人來啦，學英國中講一個。上話美國先正話，係咪先正話？先正祝福話 ，greetings。你普通嘅事，恭喜發財咯，恭喜發財咯，身體包嘢嚟咯，身體健康咯，身體健康，步步高升。八卦八虎，大家好。八卦八虎，招呼英才。身體健康是你嘅 health 啊，對，身體咯，你 body 嘅。健康是 healthy 咯，健康，身體健康咯，แล้วก็有出入平安，出外入來出去啊，出入平安，出入成家啲正常班咧，是咯，係咧是入出就是正常。會使嘛？出節嘅時候，你做出嘅時，平安會使嘛？你有啲潔淨嘅時間啦，晴朗，知出平安啊！你講啊，晴朗啊，而家晴朗。係咪健康要識嘅身體是係咪嚟 ？body， 咱嘅 body 是身體咯。你冇講身軀啊？身軀咩使啦？體是冇上字先，身軀是軀冇上字咯。咱平時講身體是 health 啊，身體是 body。健康是 health。健康是 health。健康是 health。身體我唔捌聽過。身體你真係唔捌聽過哦。人平常時無講是，有啦，人講身體無好事，特別人較就是講身軀，身體咧都身體是對，身體嘅話，人上一項物件，咱往時講無上嘅吼，人別人較就是用身軀嘅。我冇講身體有讀你曉 Mandarin 咧，你都捌聽過，因為 Mandarin 是用身體，是意字是甲身體上咯。所以身體較深喎。伊較深，深是啥物事啊？深是因為人無用到嘅事。OK。別個位福建人用，人無咧用，人用無咧做。身體健康，出入平安。步步高升，步高升，唔是步高升。步係咩事？步，แล้ว個有咩即是腳仔進步，腳仔進步，咪聽講進，腳仔進步就是
招财進寶，招財進寶，招財進寶，招財進寶。招財進寶是係咪？就是叫嘢咧，叫你 wave 你波啊接嚟你處咯，so wishing for wealth 咯 ，arrival of wealth。波。誒，你人去講拜年時先正，有講一個字啊，姜啊，姜啊姜，我姜啊姜啊姜啊，姜啊嚇。姜啊，昂啊，發啊，阿媽阿 John 前把我時候就見你先冇聽到，你個帶直直正係貴咩？唔知貴哪擺。係咪叫你講阿 John 講咩？你講阿 John 但，我講咁阿 John 前招財進寶，係咪龍飄飄個？龍飄飄啊！先正個出嚟咧嘛，定等咱寫下歷史。係咯。龍飄飄一零，沒去煮食啦 ，sorry 啊，我講我都沒去煮食啊。OK，睇你個到對嚟，你我個咱講食抓食零嘅，我未聽你講。哎呀，你背啊 ，OK 啦，我都沒煮食。你煮食，咪見到看你個嚟做嘢，我你會使幫掉看你。但我 because 我邊條去咬喂，係你咬喂煮喂白骨地，我不多咬啊。所以看你 break 誒 5-10 minutes 咧，時候到對嚟個時食抓食零嘅，5 minutes 嚟啦，5 minutes 嚟啦。OK， 當今先正講個正性咯，希望你人食先正鬼，人食上做咯，下禮拜過嚟再講，但是講人食就先正鬼，食上就上做，時候，人要食下面物件，梗係零就對。下禮拜直接我嚟講食零食做。當今咩都講個疾病性嘅啦，講祝大家身體健康，萬事如意。了萬事如意，冇講到萬事如意。了步步高升，步步高升。嘅希望你人賺大類，賺大錢。了加驚字姐姐生只姐孫嘅，日順順。OK， 姜啊，拜拜，拜拜。